主后2022年12月初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感恩上赞的歌。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58节到79节。厝边甲亲情听讲主有大怜悯伊，就甲伊做伙欢喜。囡仔出世第8日，因来要甲伊割礼，搁照伊的老爸的名叫伊做撒加利亚。总是伊的老母讲，毋通，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因对伊讲，恁亲族中无人号即个名。因就用手比，问囡仔的老爸，看要甲伊号甚物名。撒加利亚讨一块写字板，写讲伊的名是约翰，大家拢着惊。迄时，撒加利亚随时开喙讲话称赞上帝。厝边隔壁拢真着惊，全犹太的山地拢伫谈论即项代志。听到即项代志的人想讲，即个婴仔会成做甚物款人？因为有主的权能甲伊同在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，有言讲，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。伊对咱的仆人大必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。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喙应允讲，伊要拯救咱，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，佮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，就是伊对咱的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。互咱无惊吓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。细囝，你会互人称呼做至悬上帝的先知，因为你会做主的先锋，来准备伊要行的路。互伊的子民，因为做得到赦免，通明白上帝的拯救。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，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，照咱这个踮伫黑暗甲死亡阴影的人，引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。以上，感恩上赞的歌。基督救赎的福音，对正直的祭司夫妇和平凡的未婚女子，交错编辑而成。上帝拣选这两个家庭，借着天使的预言，成就年纪老迈的伊丽莎白也会通怀孕生囝，甲在世女玛利亚伫无甲未婚夫达别家的约瑟行夫妻之道下面，因着圣神感动怀孕生囝的心热。两个女主人先后生了开路先锋施洗者约翰甲弥赛亚耶稣。伫宗教领袖的家庭对比生活平凡的家庭叙事中，彰显上帝主权的强度。这是伫上帝面前侍奉的神圣职分，这是对上帝的信心肯定爱超过一般人。总是当天使加百列拄伫香坛边烧香的祭司撒加利亚讲，你的某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，伊会做主的先锋。伊听了竟然毋相信，就算亲目看见天使，却接受人的想法，
我年纪已经老，某也过了生育的年纪，怎有可能还会生囝？因为毋信，伊互上帝管教，成做野狗。对比平凡女子玛利亚，因为相信顺服，得到大恩惠。做事人的毋信，并袂当阻碍上帝的计划。当伊丽莎白生了查甫婴，撒加利亚伫房仔顶写伊的名是约翰的时，原本无法度讲话的伊，伫圣神充满下面，随时开喙讲话，上赞上帝。伊搁发预言，全能的上帝眷顾搁救赎伊的子民，伫大笔的子孙中兴起大有能力的弥赛亚，伊是拯救百姓的力量。守约是主爱上帝已经履行甲先知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，救百姓脱离仇敌的手，实行洁净赦罪的大能，互咱通坦然无惊来到伊的面前，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伊。若是我的囝约翰要做弥赛亚的开路先锋，伊要为主准备道路，传赦罪得救的道。迄位弥赛亚要赐落救恩的光，互活伫黑暗、死亡阴影中的人，要引带罪人的脚步行往平安的道路，互人的心回转归向上帝。这个预言回答着人心中的疑惑。这个婴仔将来会成做甚物款人？因为有主的权能甲伊同在。伫上帝的救赎计划中，约翰是至高者的先知，要行伫主的面前，为伊准备道路。伫抬杠节第二主日，恳求主帮助咱，伫点倒上定有备甲信心的蜡条的时，会明白上帝也伫有备咱诚侪下用的器具，伫这充满不安甲病毒环形的世代，引带生活伫死亡恐惧甲罪中的人，来到平安的救主面前，互世间人会当甲咱大声感恩上赞伊。默想。撒加利亚因为毋信受上帝管教，也因为顺服开喙上赞上帝，这对我有甚物提醒？撒加利亚因为毋信受上帝管教，也因为顺服开喙上赞上帝，这对我有甚物提醒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感谢学了你的恩典。感谢你赏赐救恩的光，引带我行平安的路。我愿意成做你的仆人，带人来到主的面前，当得救恩之乐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